平鎮石頭園稻仔重要的產區，也今仔日就佇咧田內擺飯，就辦青人掛稻仔飯的活動，去引未少民眾去參加，來體驗農業時代的人情味。用爆米香來歡迎大家。18早起，平鎮區農會側窗邊的稻田是真熱鬧。掛完稻仔的田內底，放滿稻仔椅啊，這場青人掛稻仔飯活動，吸引真儕人來體驗。我們這是食農教育的一環，我們也希望讓現在的孩子們呢，能夠知道農業時代的時候呢，大家都會互相幫忙。桃園市積極來推動我們的稻米的這一些培育工作啊，尤其我們平鎮區農會近年來推展我們高雄147稻作的新的產品獲得非常好的反響啊。這擺活動主角是平鎮區農會叫做推廣種的高雄147號芳米仁好米，這種米口感 QQ， 還有淡雅的蚵仔香。主辦單位透過青人共識掛稻仔飯，唔但彰顯早年農村互助合作的精神，也互民眾親身體驗安怎種作。好嗎？好啊！今天做了什麼農事？裝米到罐子裡，還有體驗稻米，把米用下來。剩餘做強倆肉的我做的，給你來體驗。這活動很棒啊！讓小朋友了解就是稻米怎麼形成的啊，然後要怎麼做成米飯啊，這樣小朋友會更習武。農業局表示，推動食農教育，就是希望透過掛稻仔強勢者親身體驗，讓民眾熟悉稻作文化甲在地農業，為產地到食飯島啊，深化對土地甲農業的認同，也熟悉桃園優質的農產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